剛剛閉幕嘅2026年維也納高級音響展，由於搬咗去全新場地嘅關係，一眾參展商對於房間嘅音效特性基本上都係零認知。不過都有唔少嘅參展商呢，專登帶埋 Boom Acoustic 產品過嚟開壇作法。其實搞咁多嘢，無非想大家留低一個美好嘅印象。波仔今次呢，就挑選咗幾間音效表現較為全面嘅品牌房間，同大家介紹一下。瑞士 Solution 連同西班牙屏風揚聲器專家 Elseworth 一齊打造嘅發燒大房，當日所用嘅示範器材主要係以 Solution 無所不用其極嘅旗艦7系列為主，插動一對搭載 XX 4路外置升級分音器嘅 Elseworth Cavalleggio 屏風揚聲器。欣賞古典爆棚作品，無論樂器音色、速度收放，抑或動態對比，完全超越咗大家對於傳統屏風喇叭嘅固有認知。意大利 Audioflight 聯同瑞典 Martin 揚聲器共同主力嘅發燒房，主打示範器材呢，就包括咗4件最新上市、輸出功率達到650瓦水平嘅 Strumento No.8 Signature 簽名版 Monobox 後級，仲有線路部分採用純 A 類電流回收設計，配備增益範圍達127 dB 水平恒定阻抗音控系統嘅 Strumento No.1 Signature 簽名版前級。音源方面呢，就用咗內置2枚 Sabril ES9038 Pro 32bit 解碼晶片嘅 FLS20 SACD CD 兼容播放機。至於靜態展示方面呢，就包括有 FLS1 前級、FLS4 立體聲後級，同埋每邊聲道提供200瓦輸出嘅 FLS10 合併擴音機。意大利 Parfox Acoustic 今年嘅主打呢，仍然係搭載 ES9038 Pro 解碼晶片，輸出級採用2支 6H30 真空管嘅 Opal 解碼器，配合淨重接近300磅、全平衡純 A 類膽石混種線路設計嘅 Impol Legacy 合併擴音機，推動一對同鄉 Marco Seri Design 炮製嘅 Modena 0.5 3路坐地揚聲器，音色溫暖豐厚，氣勢幼細俱全。至於靜態展示品方面呢，就包括有 Impol Mark II、Impol Heritage Mark II 改良版、Sapphire、Adrenaline 同埋 Impol Diamond 擴音機產品。而 Parfox Acoustic 響會場另一邊嘅 Melia Hotel 仲出動咗 Synapse 真空管旗艦前級，同埋一對全新發表、壓定輸出去到200瓦嘅 Impol Diamond 純 A 類單聲道後級。呢套組合不費吹灰之力，就將一對5路分音設計嘅 Marco Seri Design Gladiator 大堆頭揚聲器拿捏得頭頭是道。積極進取嘅法國揚聲器新勢力 Revival Audio， 靜態展示產品呢，就包括有全線 Spring 系列，仲有大家都非常熟悉嘅 Altalantic 系列。而另一邊廂呢，仲有一隻切開咗一半、全球限量生產300對嘅 Altalantic Grand Reserve， 俾大家欣賞佢嘅內部製作有幾精湛。至於動態展示方面呢，當然唔少得3路低音反射式設計嘅 Altalantic Grand Reserve 啦。經由全套挪威 Electro-Campanic 擴音機組合策動之下呢，12寸口徑 BSC 震盤大低音爆得分外奔放璀璨，整體平衡度拿捏得恰到好處，而且非常襟聽，簡直聽出耳油。如果你係黑膠發燒友，相信對於加拿大發燒唱片專家 Conlux Audio 精心炮製，搭載 SCPSP 超級電容供電力嘅 Perpetual 帶動式黑膠唱片 Discovery RS 單點續成唱臂，同埋 Reference Phono Stages 3分體供電唱放嘅表現，已經有一定嘅認知。
德高望重嘅掌門人 Lewis 當日仲親自為我哋打碟，現場配搭塞浦路斯山羊牌擴音機組合，推動一對帆船造型 Kerecis Audio 4件頭履帶揚聲器，模擬味道極之濃厚，絕對係意料中嘅事。全民音色生動活潑，結像定位亦都清晰精準。喺會場入邊呢，仲有一間採用 Elseworth、Botticelli 3路屏風揚聲器作為示範嘅品牌，就係美國精品器材製造商 Absolury。雖然 Absolury 器材嘅輸出功率呢就唔及 Solution 組合咁強，不過由於採用真空管為主呢，音色呢就嚟得更加暖口，結像立體感呢同埋聲音密度都非常之高，又係好聽到唔想走。要數今年場館廣告曝光率最高嘅高級音響品牌呢，相信非德國高級揚聲器製造商 Auer Acoustics 莫屬。進入佢哋嘅展房，除咗可以睇到聲箱採用超高密度 Tankwood 生產嘅 Resua V2 內部結構，你仲會發現佢嘅分音器製作都非常之講究，大量採用德國 Mundorf 發燒級電容同埋電感線圈，絕對係不惜工本嘅傑作。除咗焗漆版本之外呢，今年廠官仲展出咗木皮版本，咁意味着不久將來呢，大家將會有更多嘅選擇啦。Auer Acoustics 所採用嘅單元呢，係屬於鄰國丹麥 Scanspeed 按照設計師兼掌門人 Robert Auer 先生要求特別製作嘅專用製品。底座部分呢，就採用原件航鐵級鋁材挖空製作。大房入邊呢，就用咗一對搭載黑鑽石高音單元嘅全新 Resua V6 作為動態展示，經由瑞士 Solution 717後級插動之下，音色極為細緻精巧，而且具有穿透力，動態表現既震撼而且利落，一派 high-end 精品揚聲器嘅風範。咁喺展會舉行期間呢，任何時段進入日本 Luxman 嘅展房，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唔同年代悠揚悅耳嘅爵士樂作品嘅喎。廠方所採用嘅示範器材呢，就包括有最新發表，作為紀念成立100週年嘅 L18 Contenio 純 A 類合併擴音機，仲有搭載 LXD-TMI 改良版雷射機芯嘅 D18 Contenio SACD 兼容播放機。咁黑膠唱片方面呢，就包括有提供3段播放速度嘅 PD191A， 配合內藏4隻 MC 聲壓牛嘅 E07 唱放，旗艦級全平衡 C10X 前級，加埋一對全新推出音色同力水俱備嘅 B18 Contenio 100週年紀念版單聲道後級，推動一對瑞典 Martin 嘅坐地揚聲器，聲音舒服又自然。波仔今次嘅2026年維也納高級音響展之行暫告一段落啦，大家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